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1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金华城案上新的进度。这郭文哲已经去检方申请羁押禁见，上今日中昼就要开庭来审，看敢要甲郭文哲甲前台北市副市长裴真生甲压起来。也民众党是搁再强调，金华城案是依法办理，批评检方到打是也咧乌白放风声。就是赖总统在害你。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看起来真忝，伊伫结束廉政署超过10点钟的侦讯，移上台北地检署，因果复审过程，郭文哲拒绝按时侦讯，拍算要家己离庭，和检方当场逮捕了。郭文哲透过律师申请提审，经过台北地院审理，30日裁定不回。前台北市长郭文哲加前副市长裴正新，拢予台北地检署声押禁见。北检伫日暗时依照顺序，甲2个人送北医后审结过案。按照程序，台北地院的法官今仔早起8点半将会先开阅卷庭，审审法官确定会当提供阅卷的范围了，才会由2位当事人甲因的辩护人阅卷，讨论诉讼程序。再来就是开羁押庭，决定是毋是羁押2个人。因过目前确实的停期时间也未决定。对于裁定的结果，这样子他可以。我不晓得他知不知道，但是OK， 我觉得压力抗压力非常好。民众党发声明强调，郭文哲伫市长任内，将定情的内容拢交予相关权责的机关，也个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是采取强设决集体审议，完全拢依法办理，全庭公开。谴责检方伫咧新闻稿内面指称郭文哲接受汇款完全无根据，甚至恶意大方向讲有不明资金。总统赖清德并问到这件代志，无给做回应。总统支持检方调查金华城案吗？总统柯文哲一直要执政者讲清楚，会不会觉得被模糊焦点？案情相关人物一个骗正新线下的看守以证人的身份被讯问，讯后无报请回。进前郭文哲的看守陈佩琪也以证人的身份到案说明，同款无报请回，黄珊珊亲自开车来接回去。你有帮忙处理金华城的事情吗？金华城案件怎么愈查愈深？当初这件改革案伫关市府任内，乃用这律向请愿，是毋是有涉及道理？所谓疑点，检方怎么一项一项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伫咧这2天，有真侪郭文哲的支持者拢围伫咧北检头前，话讲爱司法证据。这郭文哲太太陈佩琪昨暝南下来到现场，讲绝对相信因翁的清白。金华城案件证人郭文哲的看守陈佩琪8日暗出现伫北检，向郭文哲的支持者话话，定情媒体所报道的讲，因有大量不明财产是无影的。我的钱每一分每一笔都是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明明白白来的，而且这些来源我昨天都有跟检方清楚的交代过。我绝对会支持我的先生捍卫他自己的清白，那我绝对会相信他，会跟他奋战到底。相信清白，和平加油，和平加油！话口后表达诉求，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的支持者8日伫北检大门集合，夜牌写着“相信清白，可比加油”。有一寡支持者是自透早就守伫咧北检的现场，因也话话希望司法程序要有正义。如果阿北有错，那我们一样也会不支持他，但是我们相信他是清白的。我们大家都是自发性自己来的。民众党立委黄国昌、秘书长就有修等人也到北检外口声援郭文哲，并且向到场支持的小草行礼感谢。民众党中共组织部也伫8日暗发文，号召小草因伫今仔日早起10点最近来台北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经济估算，今年的税收加综合所得税加证券交易税，整体超收的钱额可能会到2-3千亿。中央政府的税收有可能会加收1,800亿，这有机会是连续4年税收超收拢到9,000亿以上。再来是《自由时报》，卫生部3月公告讲，停用医疗单位收挂号费参考的标准。病诊所会当自由起价，即马半年过啊，其中6都有404间，这病诊所有起价，不过多数这挂号拢未超过300块，因为伫咧偏乡是无起价状况。
最后是联合报，每一剂爱4900万的罕见疾病基因治疗加入健保，罕见病健保给付专款最近5年以来是增加到108亿。卫生部长邱泰源是表示，已经向行政院争取20亿的这公务医生，这嘛是史上第一届要动用公务医生来赞助罕见病药。来看国际消息，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下令要求全国禁止使用社群平台 X， 因为要去限制这假消息的用户。这 X 头家马斯克的批评讲，这是咧侵害言论自由，拒绝配合。巴西最高法院31个命令，下令全面禁止社群平台 X 伫巴西境内运作，一直到完成缴清300多万美金的罚款，为公司来指派新的法律代表，并且宣读假消息户头这法院的命令为止。这个争端已经拖几个月啊！最高法院大法官莫瑞斯4月就指控马斯克重新启动一寡被停权的 X 账号，要求封锁及右派前总统波索纳罗支持者充满虚假阴谋论的口述。马斯克甲反对者认为讲侵犯言论的自由，坚决不爱配合。巴西总统卢拉要求尊重最高法院的裁决。Porque não é porque o cara tem muito dinheiro que o cara pode desrespeitar. Ele não pode ficar ofendendo os presidentes, ofendendo os deputados, ofendendo o Senado, ofendendo a Câmara, ofendendo a Suprema Corte. Ele pensa que é o quê? 马斯克第17宣布，甲巴西英文办公室关起来铁路人员，告莫瑞斯把威胁要掠该公司的法律代表。莫瑞斯30下令冻结马斯克旗下成立网络公司的财务，要求1天内依法来指派法律代表，期限过了后，遂下达全国禁令。X 伫巴西有2200万户用户，3月开始陆续出现无道连接的情况。马斯克继续写出文章讲，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也若巴西一个无经过选举产生的假法官，将因为政治目的伫该摧毁。另外，也批评卢拉总统讲，巴西的专制政权真惊大家了解这真相，因为互任何想要安尼做人破产。公视新闻，施慧中编译。太平洋岛国论坛拜五散会，毋过资本这领袖会议所写的公报，有写到咱台湾会当以台湾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地区，这是无改变的。却因为即马中国抗议这大分离，佮希望全部提掉。咱外交部是搁再谴责中国因这款无理的行为。第5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自6到30伫东港王国举行。台湾为1993年开始，就用发展诱惑参加相关的活动。不过今年中国透过所罗门群岛顶讲，想要伫 PIF 摆渡台湾。18会员国进行领袖会议了后，原本发出公布命令，各国领袖表示，关系中国中华民国的决定，也就是咱用台湾中华民国名义参加 PIF 的地位无变。不过，中国特使前埔当场抗议，是暗官方网站向已读公布完整档案，中心上架了后，对台湾参加地位文字全部拢刷走。在公报中，并无损及我国在 PIF 的地位及排除我国未来参与 PIF 的各项权益。台湾对中国蛮横的介入、破坏区域和平及稳定的无理行为，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并呼吁所有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关注中国的各项行径。维护太平洋岛国的和谐与稳定发展。学者指出，中国想要阻止咱的国际参与以外，也将目标放伫战略地位，希望将安全服务推展到规个太平洋岛国地区。而且明年 PIF 会由甲中国友好的所罗门群岛来主办，更较可能打限咱参加会议。中国它其实是要去这个太平洋上面呢去争夺它本身的一个地位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些岛国对它来讲反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它试图在这些区域组织或者是国际组织取得它的话语权，它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布局。身为 PIF 对外友好美国进行贡献表达，会继续支持台湾有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同时，副国务卿坎贝尔在纽西兰访问，30进行美纽战略对会，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咱的国防部公布，30早起6点到31早起6点之间，炸掉30只攻击鸟台，其中20只超过海峡中线，出现4名宽台态势。各有2只无人机驶台湾飞行，另外7只强舰、4只公务船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
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中国进前开放讲，福建的民众会使去到马祖来旅游，即马是佮宣布讲，嘛要互福建的民众去到金门佚佗。不过这实施的时间是也未公布。这咱陆委会是表示欢迎，也旅行业者是呼吁讲，咱嘛应该做出善意的回应，紧甲禁团令提掉。春班来到马祖，旅客团行李落船，这批旅游团的成员拢是来自对岸。中国本务部进前宣布，开放福建的民众申请到马祖旅游，已经正式出团啦。这阵两岸观光搁再有正向发展。北京当局30日伫官方网站来公布，应金门县民意代表参访团请求，最近的回复，福建的民众到金门旅游，确切时程也未公布。也过对参访团的拜会，中国各代办主任宋德争取赶伫中国11长假进前来开放，陆客到金马旅游，首发团有希望10月初成行。这一次的开放，无疑会为金门带来一注非常大的活水，我想对我们金门的各行各业、民生经济都有很大的帮助。陆客迎来金门马祖佚佗，陆委会表示欢迎。对着对方方面，观光陆续放松，邀旅行业者来发挥，政府爱把握机会，希望双方解开这个无多开展的局势，用一步一步来放宽，早日解除禁团令。当然是我们政府也可以跟他们谈谈看啊，越早越好。如果政府希望的话，我们乐见大陆方面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那政府已经多次表示欢迎陆客到金门、马祖旅游。两岸观光是不是出现希望？禁团令是不是法度顺这个势来解除禁令？陆委会回应也伫讨论。不过伫正式开放进前，金门也一直伫拼观光。金门国际海洋艺术季要伫10月初时登场，上主要上好看就是配合各种色地的灯光水舞的表演。只是真贵设备，这阵却是烧歹去了。从来没碰过这种事情，是哦，怎么知道一台电视会烧起来？哦。白天我再看看整个清运过，看看如果不够的部分，可能还要再从台湾运过来。价值上100万的水务设备，30暗时11点外熊熊收起来，加在无人伤亡。业者讲，这个财务损失也会估算看卖，万一设备若无够，会对台湾本岛调回过来。强调这水务演示袂因为黑仔的延误。记者综合报道。国泰航空昨一只对高雄要飞香港的飞行机，伫咧跑道要飞时，引擎煞冲出白烟，佮听到敢若是爆炸声音。飞行机顶这275个旅客是赶紧搁落来，国泰航空嘛会室咧安排别只飞行机来载客。飞行机伫跑道顶面要飞起来，无外久看到正边发动机敢有黑光，刷来就砰砰叫咯。疑似爆炸的声音，蹦了很大一声。爆炸声音，互看到民众惊一个，敢若像机械故障的飞行机是国泰航空 CX-41航班，原定31中到11点20对高雄小港机场飞往香港，无想到先是延误54分钟才离场，20分钟了后，又因为机械故障，先回来停机坪。上跑道准备全推的时候冒出白烟，对，然后中间就自主停下来。飞行机停飞登机门边啊，予旅客落飞行机登记候机室，等待飞行机检修，一直到下晡2点，飞行机敢若确定无得搁再飞，互慢慢拖入登机门，要空渡业者来收这餐点。工作时间，这个班机275名旅客也被要求退回航厦，伫柜台四周围排队排真长，要等退票也是改班机。他修理没好，然后我们就只能就是一直排队出来，排队推关，然后排队帮我们改机，就这样子啊。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要等排到柜台才能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还好啦，我们明天有一天星期天不用上班还好。哦，是那些转机的人比较麻烦吧。国泰航空下晡发声明，系实的讲，飞行机是因为机械原因而延误，强调航机甲旅客所员拢平安，会安排同业的班机协助运送旅客。有未少旅客是要到香港转机，行程受到影响，互旅客也真无奈。不过加在是飞行机起飞进前就发现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云林岛啦文化路的其中一则，昨是向上崩落，现场2只乌托拜摔落去，加在是无人受伤。根据调查，这落去的所在早期是做农水利用的沟仔，这公所嘛已经赶紧来处理。2台机车停伫店门口，地面原本就有一条明显的壁损，不过突然间规个拢崩落，2台机车就直接落入坑洞内，好佳在无人受伤。不过崩落迄当时的声响，和附近的居民拢惊一跳。蹦下去的声音很大吗？声音很大吗？我在里面看病人都可以听得到。
30日早起9点外，云林斗六市文化路一块路径外边的地面，突然崩塌，出现一个长大约7公尺、宽4公尺、深1.5公尺的坑洞。自来水管也安尼封地海。斗六市公所随通知自来水公司抢修恢复供水。公所表示，崩塌所在早期是农田水利沟仔，顶面有砍阿毛土，年代已经真久啊，目前先通知厂商来移除阿毛土角。原本既有的这个水利沟盖之外，还有在这个承租户他们自己在加封的一个 PC 这个水泥的部分啊，但他们在做这部分都已经是几十年的这个时间了，所以是年久了啊，所以会比较结构上没那么强的问题。这个农田水利沟仔是农水署管辖。道路款照是官府甲公所、斗六市公所会邀集相关单位研议后手修复，加这个路段的交通安全、人行空间等改善问题，佮加强安全措施来保护人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中华河美有民众伫咧网络交朋友，叫对方骗讲爱汇100万给伊，加在银行报警察有甲阻止。今伫咧报道是有民众因为投资去互骗第2届啊，即马诈骗集团阁要想要来骗第3届，来提钱时去互警察抓着人。警方公告邮局穿黄色衫的叶姓民众坐咧柜台，因为伊想要解除100万的定存，也阁要汇合一个自称伫咧越南创业的查某网友。叶姓男子向警方表示，伊伫咧网络熟悉对方。2个人用翁甲某来互称，对方讲需要借用伊的户头来汇款，而且爱汇100万给对方作为资金的往来。但是警方一听，这就是诈骗。双方在赖讯息，以老公老婆互称，还传送养眼的贵妃沐浴的照片，诱骗叶男每日嘘寒问暖之下，恋情升温。叶男欲掏钱协助女网友返国，幸好航员机警及远警及时劝阻下，拆穿诈骗集团的谎言。警方嘛发现诈骗集团也佮传美女的相片，想要让被害人相信。加在伫咧警方考劝之下，被害人才放弃汇款。中华也佮有另外一名姓刘的民众，误信投资升级位，唔但会使转运，也佮会使趁钱，结果去用诈骗。前后2届已经面交总共15万。诈骗集团又佮想要骗第3届，被害人才发现唔对，向警方报案。介绍被害人以投资升级卡位可供获利，并介绍假买家来营造市场有获利的空间，并以此来行诈骗之实。警方表示，老是被害人因为投资股票不明原因被诈骗集团摕到个资。警方28号甲被害人合作，伫咧报道一间便利商店外口逮捕2名诈骗集团的车手，嘛敲出升级为凭证等证物。顺后以诈欺，还有洗钱防制法等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记者中华综合报道。不管是歌戏、车鼓阵、南管、北管，定定拢有乐琴来配角演奏。今年北投台湾乐琴民谣节已经开幕，有安排讲唱会、工作坊甲音乐会，希望透过无同方式，让民众接触乐琴，来了解台湾的音乐甲文化。那段乐琴，北投国小乐琴社学生拿唱这条《黑唱水牛》被论场个节目班。8月31日，伫北投文泉博物馆办台湾乐琴民谣节开幕音乐会，为着要传承推广乐琴和单曲，当年台湾乐琴民谣协会拢会主办民谣节，今年已经是14周年。咱较是一新一代的音乐人啊，有咧用乐琴落去编的。乐团甲邀请来，个老师邀请来遮上课。伊是讲有一天世界若要听乐琴民谣，拢来甲遮。为着要甲台湾民谣的政治点落去，协会甲乐琴送予毕业的学生。另外，今年民谣节嘛邀请到旭阳民俗车鼓剧团、国宝级的艺术和因的艺生来参加民谣节。毋但是验收艺生的学习成果，艺术也搁伫现场秀彩题。敢若秀出去收红包回来，表演者用两杯唱起讲好话来祝福观众。今麦已经震撼地看到这款表演。团长吴宪山表示，车鼓阵包括音乐、口碑和骹步手路等等，要出赛就爱磨。艺生嘛讲，敢若学乐器都已经真无简单，希望以后会当个继续传承落去。学生哦，足认真咧，等于因为这个
这个乐器甲这个技能哦，各种的技能是点破呢，唔是讲的说你爱强在你的身躯边甲指导，伊要等来家己训练。啊，尽量甲伊学起来，啊，看讲有所在，敢有时间，佮会当甲伊传落去。因为其实若是即马着甲伊长紧落去啊，最可惜的啦。因为这是咱台湾家己发展出来物件。台湾国庆民要制自本月31至9月29，大礼拜都有无共款的活动，有邀请陈民众含真济少年性等嘅表演者斗阵参与，希望透过无共方式，互民众接触国庆，了解台湾的音乐典体。记者卢尚如、柯炳哲台北报道。林业署2年前有针对台湾完整的树仔进行调查，收集树脂，到即马已经收到32种啊。因希望未来会当种出更较侪树材，甲台湾完整树仔拢保留落来。搬山过岭，总算来到采集的所在，穿好工具爬起树顶，开始一天的工作。专家讲，采集唔哪需要爬悬爬低，有时阵佫会受到虎头蜂威胁，嘛因为辛苦佮危险。目前全台湾只有10个专门负责树仔采集工作的人。其实采种它其实也是非常辛苦啊，就是因为你不会知道说树上你会遇到什么，像有可能会遇到虎头蜂，有可能遇到地震，有可能遇到打雷，有可能遇到下雨，所以其实在树上你就是。简单讲夸张点就是命悬一线呐，我们就是靠那根主绳在支撑我们整个人，以确保我们在树上工作的一个安全的问题。他们在树上都要能够去随机应变，那甚至在山上，在这个树上用餐，所以它的辛苦度还有危险度都是蛮高的。但是他们的工作又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采下来各种树种。那就是未来我们在台湾要造林用的。林业署经过2年的时间，收集台湾各种树种的种子，除了希望种出更较多树材，也对收集过程中了解目前台湾原生树种的变化。像台湾茶树，它是属于黄野凤蝶它的一个草，它的一个需要的一个食物啊。但是这几年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部分感觉让它的数量变得比较受到威胁，所以我们也很努力就这个部分的一个保育的部分来做采种跟去培育苗木的一个努力。林业署指出，目前已经完成采集阶段性的任务，判断出上适合栽种的时间，进行生态保育的工作。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下晡天气来看详细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3度。感谢收看这则早起新闻，我是志刚，那明仔同一时间再会。